根据着这彰化县政府的统计，彰化县的家友有118人，其中大概有60外个是困伫咧家路。最近天气是无啥稳定，加上新冠疫情又搁开始压起来咯。彰化着民间团体启动家友关怀，沿路访视送物资，也提醒因着要注意身体状况。消毒的，现在疫情都起来，你嘛是爱消毒哦，吼。关简单的生活物资关怀家友，即阵啊天气无稳定，连咪落雨，连咪出日头，加上新冠疫情最近搁开始传，彰化有民间团体启动关怀机制，送物资，提醒因爱注意身体状况，嘛有善心人士搬家来关怀家友。现在这个大哥安尼啊，我的后期啊，就来甲看卖啊，伊就讲伊白天就在那个伫个百货商店啊，我就去。不会讲你来回家。对了。啊，最近啊天气较热啊，时常嘛会讲感冒，啊无就是着沙，迄较严重。啊，佮有讲最近的疫情佮开始升温，哦，阮那个穿一寡消毒的物资，像口罩、佮消毒液，哦，来甲因做关怀啊。根据彰化县政府统计，彰化县的家友有118人，其中接受安置收容的有52.54%，有60外人是困伫街头。仁安基金会表示，彰化的家友较细线，真欠访视的志工。咱彰化地区伊可能分布在公园啊，还是八卦山啊，还是各个角落，所以因为幅员比较广大的关系所以咱嘛街访、夜访的时阵嘛会较高工，想要来关怀咱的街友，拢会使到阮仁安基金会来洽询欢迎做伙来关怀咱的街友朋友。仁安基金会表示，虽然县府民间机构有提供收容服务，但有的家友袂惯势，也是选择困伫街头，主动访视家友，互因感受社会温暖，嘛会鼓励协助就业，望因会当重新伫社会徛起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